哋咧應該咧係重視普通話嘅教學。普通話好容易教得好悶，譬如你將佢教成語音，淨係教成聽說唔夠嘅，應該咧我覺得咧，好似今日嘅主題嚇，趣學普通話咧，應該都係一個方向。另外咧，而家都係好強調 AI 科技賦能，就要充分利用咧我哋嘅 AI 科技。跟住一個咧就係要教啲咩內容咧，應該結合中華文化。當然，優秀嘅傳統文化應該結合，就算現當代嘅中國文化都可以嘅噃。好似我哋中國55個少數民族，我哋嘅社會、我哋嘅經濟點樣發展，航空航天、新能源汽車、高鐵呢啲現代嘅中國文化咧，都應該可以作為學習內容嘅。然後咧，通過遊戲、通過比賽，其實佢咧都係一種學習嘅過程。咁因此咧，普通話學習可以引起我哋學習中文嘅興趣，亦都可以提高我哋嘅中文水平。講得好實際，我哋而家兩文三語係嘛？除咗中文同廣東話之外，如果能夠講好流暢嘅普通話，其實都係一技傍身有好實際用途，以至到咧我哋增強國民身份嘅認同，建立民族自信。如果你係普通話講得好流暢、好有信心嘅，呢啲全部都可以做到。